我们争取来2遍。他会掐我。什么？君君会掐你的？不是那个，我说那个女兄进门哦，他很早了，他已经要转了，我转了，掐他，我那个手不让他走，我要走。啊，这样是可以的。我就这样，等一下。你已经 get 到了，我 get 到了。化蝶的时候啦，他被风吹的话摇摇晃晃，我抓住他，我自己中心了，他又抓住我啊！天哪，对，两个人摇摇晃晃的，然后表情还要管理在那里。在视频看你们还是很淡定的。表情管理要 hold 住呀，用尽了核心。你们两个人太瘦了，多吃一点。台上啊，真的是像，哎，下次台风来了，一把就先把你们俩吹走。云霄那个第一场的那个衣服一脱啦，老长的一根。那个后底跟我穿是的呀，这个老长的一根啊。他后底穿的比我还高啦，那个鞋子。当然是因为我那个后底太。我就这么一双鞋，我又没人选，因为我也又瘦又高。然后第一场那个帽子啦，跟个一座山一样。就是那个算命先生那个啦，他这个脸只有这么。不要说了，我已经笑不动了。你再说我还想笑。你们把我笑兴奋了，不然我今天好累的。我要把我的床给整理出来。我这头发真的太乱了。跟他说，等会有点羞于到你的直播间出镜。往上照起来。往上照起来。不要再更难看了。又秃，可以吗？好看极了。敷衍。因为他看不到，因为他鼠标挡着他的脸。哎，你这有白茶，你们谁要？我要，但是我没有杯子了。杨老师，我到上去拿一点吧。杨老师给我拿点一次性杯子嘛。怎么回事？给他点了吃的很好用。哦，好的。他说要把钱转给我的。然后那个雨轩重点，哎，难受。电充多少？不知道。你们用声音在营业。先把他的电拔了，因为我手机没电。好难受。你看我的眼袋大了。你看我的眼袋深了。你们太忙了，累死了。你为什么没有？我最近有一点了，其实，我最近真的有一点，我有卧蚕，唉，我有卧蚕，但是呢，眼袋本来。哇，杨老师，你真的太好了。在座的各位都需要吗？要。老方你要吗？我不要。我又闻到了焦焦的味道。你不要给我烫一腿啊！我已经闻到了。你们太没有建起来啊！你们说好的建。我好烫，烫。是吧？是这样3个人吧？不然呢？我又瘦了，我这条裤子上次跟你洗澡的时候还不是这样。上次没感觉出来瘦不瘦，但是李老师你确实瘦，看上去就瘦了。我只看出了我憔悴。憔悴了。说，当时爸爸给人看了厕所。爸爸人在看厕所，人的爸爸要给你看厕所。是靠厕所直播。我们3点钟在化妆啊。他们开始了吗？不知道。没有声音。4点化也够。不要，那个你看怎么接电话？4点。4点。来，他前面开始差不多，我们可以。你如果4点的话，我就去眯一下。或你画完眯也可以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画完眯也可以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们去开了吗？今天？开什么？你们不是什么开了吗？你们那个会？开会。我这里还化个妆，下午2点开始，我化3个妆，下午我怎么上不去的，然后孔老师手机拍的。哦。对。你拍照啦？孔老师有拍的。是吗？什么？
行前会啊。拍起来干嘛？不知道。不知道拍起来干嘛，但是也拍。这个我懂。万一拿不出来。对，问我要没有？哎呀，你脸色好好呀，我也画的呀。今天说话没那么红，挺好的。都没。看看镜中的自己，看不下去。然后他们会把厕所门打开。啊？我说你把厕所门打开。他们说把厕所门打开。为什么？榴莲在外面的，我坐那儿这边就回不来，看什么？你想吃吗？在厕所呢？我看到的就在我座位旁边。你开就好了呀。不要在化妆间看我。那在哪里？少数服从多数嘛，真的是。在另外一个，那边还有个化妆间。几个？一打。哇，疯了吧？我中暑了。他们开路了。这里冲不下去了已经，没位置了。刚刚道长就被我已经移走了。是的，真没有地方上，我都被他赶走。没 iPad 谁的 ？iPad 谁的？iPad 谁的？那个 iPad 我的。嗯，那我换上好了。为什么要看厕所呀？我们看厕所的。挺急的，把厕所给我。在哪里啊？你都修好了，我去那边了。你只要几张？这个要不要？就别的一点。不的，我先夹纸的。哦，这个能夹纸吗？厕所有镜子。10到15张。厕所有镜子为什么要看？可以，我今天可以拿这张刚刚涂的那个修一修就。啊。那应该拿得出来。把你的要求都能看。把你的要求不是我的要求。你懂的，这个你懂，这个你比我懂。我不懂，我不懂。这么寒暄。到外面这一层，后面冥想。这里。但是这样会炸毛，你看这边，特别是这边。你运过来一下。把刘海再坐下。刘海可以。在你后面的表情可以。就自从你说的这个之后。看一下啊，不行。呀。有声音的。干嘛？他们在直播吗？怎么了？我想拍
开的那个什么玩意儿？好。哎。你，好，前面开始了，安娜。好快。你开不开门？人逼我开门，逼我开门我就不开了。哎呀，哎，老师来看一下，要调整一下哪里？帽子怎么样？水纱挺好的。那这个痘痘稍微给我盖一盖，好像不太好看。那有点。我的脸好圆啊！这件衣服啊，前面短，后面长。镜子看一下。哦，这个。这鼻子上面刷一点黄颜色。短点好看，好了。好，短一点好看是吧？就脸短一点好看。别当休息。哎，嘿嘿。啊？啊。好烫。很烫的。老大就要开会了，快一点喽！你先去开会吧，把耳机戴起来。3条8筒杠碰，干嘛？你这是打牌啊？今晚梁祝是谁演？你去看一下那个演员的排档表。那不是你亲自演的呀？你先画一个。哦，这么红啊，那个片里面。什么？什么？行了。我觉得有点他是不是他们是不让太曲线的呀？
看哪儿？哎，难道你星星面前的地方姐姐在这里吗？快啊，正常的。你觉得我的那个微信上的资源？啊，你好。对对对，我们不带他就要来找你签名。好的。好，正常的，正常的，没关系。西旁湖里有三字，俺叫你兄弟。打开你们走了。我们先走吧。圆。好漂亮啊！你是谢谢你丑。今天第一次见都没有给你带礼物，因为我们刚刚医院里回来，不知道医院等到什么时候，所以都没有带上去。谢谢你。我现在有点丑啊，现在不要看我。也没事，我也没事。大家的妆后脚是不一样。哎呦！他那个姐姐吧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人家是安永健，不要看我。他说没事，妆前妆后肯定不一样。啊，小朋友说的吗？对，妆前妆后肯定不一样。啊，前头。对。现在我们家小朋友来，我们家小朋友现在绝对是什么听过？他不认识我。对他没见过你，但他前两天跟我说，哎呦，我看到听阿姨表演了。他要跟他摁下去，这样都不太像我。好像也只有3岁了，他不能接受，就是上完妆跟我化妆是同一个人。那你们待在这两个人前面吧。拜拜。你似母这样虽然虚了，但是我也这样虽然虚了，但我有点表情就是虚了点。这样子他们也有拍到。用几载，他说什么？想起了苏月结饭送苏月。这个可以夹好看。两个人都在那围情歌那个。是不是啊？后面。那你在这里啊，你不要这是有点太大。我刚才在猜你的，把一这样，然后那个，然后我看，他这对。两三，有没有好看？我感觉好一点，是不是我给自己暗示？是。上一点吧。好像通上去了。你要吗？什么？不要啦！我差点想说，我听不懂。我妈做的。啊！差点想说你。后来。开了吗？顺延。加油！发现不同的相机拍出来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，就很明显。这个比刚刚灰的好香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点上声。因为我喝完你就变色。这样按点。他们说我眼圈重。还有勺子里面有1秒生那个是我先吃，那个我吃了，我没吃的，没有吃。手很诚实吧？我说不要，手很诚实啦。你不用，我就这样喝2口就好了。哎呀妈呀！哇，这个汤好爽！我发现我现在炖汤没有味道，味精味特别重，没有什么味道。真的很难唱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的气已经顶死了。
哎，哎呀，是这兔子。皮耶娜帮我弄的。什么皮娜帮你弄的？人家刚才别人是给的。哎，可以呀、可以，可以呀、当然可以。还有陈丽欣姐姐什么啊？拍照了。啊，好，等姐姐画完。你看，你看。月亮因为胸脏，哎呀妈！我妈做的，我们还吹吹女儿。我妈吹牛，要不你来吧，这样我会省事很多。你如果吃不消，我就给我妈了。我这说的就这个。不过我觉得你形容之下，我觉得你妈那个催起床的跟我妈也差不多。我妈很多都不差。上一批捏下来没用的，过会儿就不粘了。你这个只能一次性有一次一划划。你喝。好，明天就去买牌。下山。如果是陈丽萍的，你会不好意思？会。啊，对，那吃，快吃。干什么？干嘛？我说错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啊，我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本来就。然后说等你画完嘴再拍。过程没有的。过程的图也没见你什么时候用过呀。我要吐。但是我觉得你那个药可以多吃一下。什么药？消炎药。你没上吗？田老师，你是不是应该是那种药？他给我开的就这个。你是这个？我的效果很好啊，这一开我给我开的就这个药。那茶配这个好吗？陈皮了，没有别的什么。没关系的。真的吗？不是酒就可以。真的吗？都是香药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说这里会让鼻音没有。
三老乡，花样年华，这个花都已经，我想起了有一次方晓峰老师，我看他什么戏里面，看他有个录像也是这样子的。这样是哪个地方很痛？四所中，银台成了多少郎？医院没给你开奥维拉唑什么的，直接就消炎药，这么猛的。当时我是中医院给我开的，然后中医院他那，然后那天质疑他说你这药吃的是无所谓的。你那个铺子上肯定有东西，还是你的指甲？喝了，那我喝了。真的是不知道谁把我捡到去捡的铁丝，可能捡硬东西，然后捡到一副。哎呀，好痛！哦，那行啊。真的有东西。这样就好，好过吗？好的，君君，明天12点之前，那个发那个，视频，就是百越那个。不是说今天晚上拍吗？不能带西装。不能带西装。就是明天12点前要生活淡妆，统一生活淡妆。他那个平台一下怎么会带其他西装进去呢？还早嘞。啊，是我。喂，哎，我发个照片给你，
有照片，好，嗯。等一下，我发个照片。你说你是白茶先煮好，再放到大桶里是吧？对，就煮了2壶，然后就煮1壶，然后再煮再烧一次。对，但是我今天茶放的比较少，陈皮比较多。嗯，喝出来。严老师是不是配香太妙了啊？天天留言配香太妙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刚抽完血？看我眼睛好厉害，我前段时间肠胃炎，换了2家医院，2支血都抽过了。没有人拿了外卖啊？没有，这是中午的，没人拿外卖。
好的，姐。哎，是的。充电接放这里。电话。哦，谢谢你。什么电话？你晚上在吗？我晚上在。哦，那先让我充我先。啊？怎么了？让我充。啊，你先充了，我没电，我再。今天没有东西。去话筒里涂两下。我应该是没错，就是那个什么有90先生传那个，它是包装是什么呀？我不知道有没有拿错。它没有字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我有没有拿错。有没有换麦条？
这是有2盒饭，然后有1盒绿色的和1盒黄色的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我主要怕把人家拿错。对的，他说到了，然后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好呢。好。画圈这个吗？不是这个。画圈。我有了，我有夹子，我把这个钱剪掉。学长，你嗓子真好。我讨教一下，我们那个梳头的话啊，我这里是扎一个小辫子呢，还是贴刚才那个？就是你这样，我示范给你看，香姐肯定知道的。就是那比如说这么这样，你看你知道吧？这样对吧？黑的啊，这样对吧？然后你把这里头发长到这里了，懂我意思了吧？哦，我明白。然后这边还这么过来，那把这里就就是掉的时候先把这个头发撩过来，撩过来，先吊好之后，再把这个头发盖上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就是先把头发挑出来，对吧？对，先把头发挑出来，然后对，詹青老师先粘在这里，就是粘的那个贴一条，不要太粗，粘的那个东西只要这点短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毛线从这里穿过去，对，这里旁这样穿嘛，对吧？这样穿，因为詹青上次拍录上这么弄的，然后的鬓发就可以换的一样的，把盖掉就好。然后这样子。对。好的，这意思。好的。黑的毛线啊。好的，黑的毛线我有的。太帅。我这条眉毛里面一定长了颗痘。
嗯。生活不易，生活很幸福啊。气氛不对。生活可幸福了，生活不易，生活可幸福嘞。哎呦我天，怎么还有这个红的贝雷帽的？前花腮红都这么小的笔画了，你这样我们学不会的呢。主是红的彩妹，少拍点，或许都做。红的拍匀了就很快。谢谢。大灯一开，就是它会反而会有那种阴影，因为挂的高。
拍起来不会亮吗？陈总，这跟前后没有关系，定妆前跟色彩有关。那天是调的色彩，没时间调的肤色那么接近，调接近的。嗯。没有，我认可。对吧？这个跟干是前后没有关系，前后遮不牢也没用。这个我接受的。事后教育就不用了。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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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笑，这个人想笑不笑。什么时候看你的？看，有时候怎么了？没事。哦。干嘛？他们央视给你拍的那个发出来。首页，央视新闻首页那个。真的。还有接下来还有好多个平台一起推，他说到时候再发我。你看过吗？啥？我说你看了吗？看了，蛮好的。真的。我说没看。等会儿化完妆去看。欣赏一下你自己。天星期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26、27号。老师，你画的嘴巴真的很好看。谢谢。谢谢肯定。我下来我把法令纹笑出来。是吗？是吗？我等会儿看。因为不是，因为我自己其他好像还能起模仿着，这个嘴巴一直没模仿到位过。其实你的唇线很好看的，很好看的。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。
什么？他在说我彩虹屁。彩虹屁。好啦，我好啦。商业互吹。好冷啊，这里面。我也觉得有点冷。我这张脸就是不笑就是严肃的，生人勿近是吧？听也听不懂，生人勿近。听也听不懂。说人话呢，老师说给我们听的凡人听得懂。鼻子洗一下。怎么你也拉肚子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跟文文说的。没有，我没有拉肚子，但是他一直在叫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去试过音了吗？试过了，吼了2句，刚没听见吗？似有似无。你拍的是视频吗？是的。是你直播间人数涨了，看来大家都下班了。要不，一会儿睫毛膏上来。好。你们上班可以看那样耳机戴起来呀。现在。哈哈哈。大嫂最近有点老的功课长。你也没好哪儿。这怎么回事？对。是的，翅膀硬了呢。我也只有普通话这件事情上可以给对杨老师。等一下，文文。他小弟猜不到的。万一呢？好了。等一下，文文。
那个睫毛夹的。给我来一张定妆照啊！好，行。让我把云莎让我把睫毛刷完再来啊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有外套吗？我有，等会儿穿一下。你要穿还是怎么？你穿一下。嗯。好冷啊！已经，我已经打到27度了，还这么冷？你们不冷吗？不冷。我们那个房间都没开空调。我穿冷了，觉得。哎，懂。没事，我不觉得冷。在哪？因为我们那边没开空调了。哦。这还蛮热的。我得在化妆之前赶紧把我鼻涕擤掉，化了就没得擤了，感觉不能痛快点给我擤。哎，你去买那种喷的那个鼻水的那个，可以冲鼻子的水。啊，好恶心吧？啊，我每天我很难受的吧？鼻炎的时候就要洗，是不是？喷进去直接喷到然后上去，然后它就下来。而且整个就冲起来，很爽的。尤其鼻炎、鼻子痒、开始喷嚏的时候。好了。睫毛太翘了，压太翘了。看得见啊。太翘了。等会儿它自己会下来。你这个东西也没有固形的作用吧？这假睫毛太翘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理解错误了。那这个帮我配你看一下，省个偏陈老师。我不懂啊。谢谢。人香。美女老师。这个来看这个，打一模一样。好难看。哦，一口啃了一口进。没有了。李老师现在特别漂亮，他要拍下来。好恶心。今天画的时候小心点，我尽量不想流眼泪了。昨天那个眼角被刺激了一下，就脖子不好。你有80斤，我有90多斤。你确实看起来很瘦，可能骨头重吧。你也想哭了？不是你的关系。太瘦了，太瘦了，云翔太瘦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哎呀妈呀，我的声音太好听了。没有，真的太瘦。今天大家欣赏一下鼻音版的舞台。是这样的吧？你小一点，小一点。是的，我已经控制不了我的鼻音了，没办法。啊？直播是吧？播着呢。行吧，等等。你想说什么？这个带子工作的事情。哦。是批评。我的意思是批评。啊！我干嘛啦？没干嘛。没干嘛。抬头很颠。你在抠什么？这里真的是。但是还喜欢你的，我是那方看不到。
嗯。我这样根本看不见屏幕上面的字，一个都看不见，近视眼。就是真的一点磨皮都没有。好，哎，这里好像有一点嘛。我知道是我的镜子的光，对，然后。那才留点出勺子对不对？留点给我们这是。你能吃吗？我不能吃。这是你的呀？是吗？不是你的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讲了些什么话？啥也看不见。好香啊！咱们吃饭。我觉得还闻到糖的味道。也自我调节的。老师，我刚才看。老师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没吃还要吃不能。我在看，我刚看完。我又做过了，我刚才讲了什么？我就忘记了自己。他们专门去看他们吗？困了。光。好像没厉害。做的蛮好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张宁一直让我发那个什么给他，我一直没有给字母，你给他。他找我。哦，我赶紧回他一下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对不起，娘娘，对不起。他还跑来跟我说，他说他一直联系不上你。我赶紧去道歉。娘娘，对不起，我看到链接了，然后我昨天的字幕也没发你们，今天也没有发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是哪里打开的？哎也可以啊。非常。
个小粒，这个这个我要鼻涕打泡泡。妈。只看这个题目在什么也看不到。吓我一跳。可以。这个。我已经这样子已经流，我是这样掉下去的。好辣呀！左边的贴到现在还辣。现在跟我是在远处，你来。
我从这就得打话的进来，就打话进来。你们几个都有问题。你过会儿再画这边，你先画这边。哎呦，我的天，难受死了！你喝咖啡。这个糖太凉了。我没吃，我买个你也没吃，我反正买个一颗都没吃呢，结果你们全剥我。是你的吗？
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也是。阿姨。演习那个，等会夹了在那里。嗯。用去画。嗯。哎呦。还有1小时。好了。那化了妆前我们肯定会有的。这小丫儿真能可爱。他说那妆前跟妆后肯定有区别的嘛，没关系的，他说。这个就是属于他不明白的自动化。多少？云霄照今晚再拍一点，因为他那个毡子插的位置不好，很难受。门口有2个很大的花篮，什么云霄什么什么群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送的花篮。谢谢小朋友们。他等着跟你合个影。哎呀，这个讲话是不要紧的，你就不要发出其他吵的声音。谢谢小朋友们哦。没有还原出来的表演，所以请大家休息，让它这样看起来那个。好。李小姐姐演的真的好看。雪上加霜这个词可以的。不可以的，雪上加霜应该形容好的事情。为什么？那好的事情不也可以雪上加霜吗？一定要看。好的事情是锦上添花。这个哥哥说的非常好。但是我觉得雪上加霜还有一个意思，我把冰棍放到水里面、雪里面，然后让它冷冻，冷冻效果不好就加点霜或者就好了嘛。但是每个语它是有每个词语也好，成语也好，它是有语境的。我讨厌语境。为什么？今天你们那个叔叔还没开吗？今天不在，但有别的在。这是全3了吗？对，这4个，还有3场。这张也是。前面的故事。这样粉的果。好，现在换。
除了在辩论赛争斗几个小时之内，我还是可以的。我之前去参加过辩论赛，然后参加了4个小时，终于把那个项目给拦了下来，然后夺冠。我除了你好像在平时。哎，那个房子小区的，进去到这边以前看那个效果都还好。园林这种景观做的还不错，是吧？对，我就很喜欢这种。对，有点中式。正的这种。挺中式。我今年9岁了，不过心里还是5岁的。我上4年级了，但智商还是1年级的。就说老师听的我全不会，所以呢，导致我所有的成绩都是3号学生。老师讲的我都听懂，所以太简单了。是不是把你头的师傅都会。所以只能有1年级的智商。我偶像是这个。跟你们拍很好了。张飞的蓝色的阶梯小身材，上去。手表上好痛啊！不过我这样回去了以后会骂我。手表不痛，怎么办？这个你会修吗？试试看，上去。拍张照片，好美。哎，那个道长，你找下君君可以包头了，快。对的。他包完这个都在弄，那个陈就弄用小龙头。我也想给你包头。好的。这是什么？但是怎么修的？瘦身了？很瘦的呀。可以随意。背后的人只不过是一个朋友，无需提起。让大家都能明白。这样修了脸型真的会变美。得嘞，刚才还圆圆的，现在又成尖了。
一个照片呀？是不是推到后面？朝后面还是不行。可以拍，但是它也可以写。你忘记了。都买了140，那可以了。上去告诉我还是上去不至于的。我记得我之前买的也是可以看。不是你懂？不是你懂吗？我们化妆箱要自己带吗？你把扎头带过去了，你帮我带套过去，他一起称好嘛，就2场，化一个妆就好了，对吧？随便你称好了，你把这耳环该带过去，项链带过去。我没有。你们都没有的是吧？啊。就那个系列不需要的是吧？我需要，但是我没有。你要大概，哎，你把你照片发我看一下。我的照片啊。你把你照片发我看一下。那你记得给我带回去呗。没有，等我给你找到，你直接自己拿走就好了。可以啊。你把照片发我啊。那我现在拿外面。化妆跟胶带有什么关系？真看个抱歉些。好。我把你这个。你有没有读手机的卡的那种卡机？没有，他是说的。现在是不是有手机卡的读卡器？读到手机里的读卡器。太好了，老子让他看戏去。啊，你又来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小雪。小雪啊。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你妈妈的微信名字叫什么？紫云。紫云。对。紫色的紫。不是，是儿子的紫。紫云是云彩的云。哦。我眼熟，我就是名字想不起来。绿色的。小妹妹这张片更美好。你这张干嘛要留呢？我有进去学的吗？我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相册。你要帮我整理3呀？不用，你看我这。更少一点。哇塞，这个是2部的照片，你能不能看？我可以看。水是还没湿。到哪把水上湿一下。这点湿不够。我觉得我应该把8领穿好。我也觉得。那你帮我拿一下吧。在哪里？那个化妆间啊，不，服装间一走进去的就那个桌子上面放着。谢谢。只有一个吗？只有一个。
就放帽子那个桌子上。待会口更好看。这个头我妈妈教你。知道。你都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了。那也看不懂。这肯定是看就是看。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直播，这个瘦脸开的大了些。我没调整，你上给我调的怎么？你快把它调回来。胡说八道！我上次帮你调，我什么时候帮你上次调过？你一开直播，我还帮你调了，张嘴就来。那你身上帮我调。800年前的事儿了。对，那我都没变过。不可能。是按照你的脸调的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看到侯宇张嘴，我就知道他想头顶象牙。胖了，瘦了。不，他一看我这件衣服，他就要说你怎么又穿人衣服出来了？每次。干嘛？这是你的。这样说那个还没勒啊。你是加的。小亮出去。你再来一点，差不多，来一点点。正常就没有那么偏。行。坐下。坐那里，对。对。上把臂。我确实他漏了。杨老师，上面去。
要不我自己绑你一下，没关系。我把梳子先梳，哎，那你再做一下。你就把它拿过去。拿过去。哦，去把那个拿过来。不是，你把你的辫子啊，不是那。对，皮筋和梳子拿过来，把现在上面扎起来先。哎，小你拉紧，不要动。高了，高了，差不多吧。高了。什么？